我自己一路都會覺得香港唔係一個地方咯，即係其實香港更加似係一種精神。我哋要繼續同香港去保持一個連結，即使即係我哋未必好快可以翻到去我哋嘅屋企啦，我哋嘅家鄉啦，但係我覺得響海外繼續生活，作為一個香港人好驕傲咁樣繼續講香港嘅語言，繼續講香港嘅文化、香港故事，繼續去維護我哋嘅一啲核心價值，我覺得已經係我哋能夠做到最好嘅事。藝術未必可以直接去改變世界，但係咧，我相信咧，藝術一定可以改變到大家對待世界嘅方式。我哋NGO 啦，咁其實即係叫我哋啦，咁我哋嘅意思即係我哋相信即係有香港人嘅地方就係香港。我哋其實喺2021年嘅時候就由10位 international 嘅學生咧響布拉格，我哋一齊讀書啦，咁同時間一齊對社會上面發生嘅嘢都非常之憤怒啦，咁所以我哋就一齊創立咗NGO Day，當中都有不乏有香港人啦。咁其實即係香港嘅事咧，其實都係我哋主力係會去講嘅。咁希望即係國際社會上面會聽到多啲香港人嘅聲音。其實我哋本身即係大部分人都係 artist 啦，雖然係咁啦，咁但係除咗做藝術 gallery 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之前有一個茶餐廳啦，咁。另外，亦都喺烏克蘭打仗嘅時候，咁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已經希望去幫手啦，作為一個即係 grassroot 嘅組織，咁去幫一啲難民去揾自己嘅地方啦，可以去讀書嘅學校啦，咁同埋揾到自己工作咁樣樣，希望係將佢哋可以融入翻喺歐洲嘅生活。其實我哋 NGO 咧就主要係通過一啲藝術同埋文化活動咧，希望去連結全球嘅人類啦，同埋連結香港人嘅社群。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minority group 咧，都會喺我哋 NGO 嗰度做一啲唔同嘅議題啦，同埋活動去推動正義啦、人權同埋自由。我哋會認為咧，即係藝術其實係可以放大到被壓迫者嘅聲音，同埋促進一啲有意義嘅對話，同埋喺全球嘅範圍之內咧，係建立一啲對香港自由民主嘅支持。響離散嘅初期嘅頭2年呢，有好多香港人都依然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啦，都係好強烈嘅情緒啦，同埋好強烈嘅動力啦，去積極咁樣參與一啲海外嘅示威啊，同埋遊行。咁呢一種憤怒同埋堅定咧，去表達自己立場。但係咧，其實喺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同埋時間嘅推移啦，咁國際嘅焦點又逐漸咁樣轉向到其他地緣政治嘅議題裏面咧。其實越嚟越多香港人咧，就開始回歸一種即係希望建構、重建個人嘅生活，或者去適應當地嘅文化。我哋認為咧，即係藝術同埋文化活動咧，呢一種嘅力量咧，就慢慢向呢個時候開始浮現。可能講緊係第2、3年嘅時候，唔似一啲街頭抗爭咁樣樣，可以係好似直接作出一啲嘅對抗，但係咧佢就有個柔韌性，同埋能夠更加持久咁樣樣去凝聚到大家，亦都展現到即係一啲希望喺裏面。其實藝術係非常之強大，可以幫助我哋響流散嘅狀態裏面啦，重建一個香港人嘅身份。移民咗去海外咧，其實我哋面對嘅唔止係語言同埋生活方式上面嘅轉變啦，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即係文化同埋情感上面，我哋同香港咧係有一個斷層，有一個斷裂喺度，甚至乎咧我哋對於集體記憶咧都會有一定嘅流失。透過藝術咧，我哋希望係創造到一個共鳴嘅空間，等大家喺裏面咧尋找一啲熟悉嘅語言、符號同埋價值觀，去重拾我哋自身啦，對香港嘅歷史嘅一種連結，亦都咧係去同有相似經歷嘅香港人咧，去建立一個新嘅社群，同埋一種互相支持嘅網絡。
藝術咧唔係淨係去一種表達嘅媒介，而且咧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一個修補或者修復嘅行為。喺創作藝術上面，我自己都好似某程度上去幫自己做緊一啲 healing，或者去對社會都有做一啲 healing 嘅工作。即係呢一個咁殘酷嘅現實上面，我哋未必可以用好短嘅時間可以翻去原來我哋嚟自嘅地方啦。但係咧透過藝術咧，可以一齊去建構一個精神上面嘅香港，係繼續去承傳我哋嘅一個記憶同埋我哋嘅身份。講到即係點解我會即係特別係好似有好多活動都會同細葉榕人道基金去一齊去工作，其實我自己就認為係因為我哋有好共同嘅理念啦，共同嘅價值觀啦。佢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經濟援助，仲包含咗文化同埋教育嘅項目。我認為佢哋咧其實喺度建立緊一個更加大嘅對於海外香港人嘅一個支援嘅網絡。Andrew 哋同埋細葉榕咧響上年嘅時候已經開始係做一啲嘅唔同展覽嘅工作啦。咁其實呢一段時間咧，我都見到我哋嘅價值觀咧係非常之相同啦，而且咧透過一啲文化活動咧係可以為離散嘅港人咧係提供一啲嘅情感上面嘅支持同埋連結。講到去細葉榕嘅藝術創作，我都覺得係有趣嘅呢一點，就佢哋嘅作品裏面咧係有兩份作品咧係都幾引起我嘅關注。第一個啦就係一個手足同埋佢哋嘅家人之間嘅家書啦。呢一份家書嘅時候，其實佢哋收翻嚟都係一啲 digital file 嚟嘅，咁但係當佢哋做呈現嘅時候，佢哋都好堅持要用手寫嘅方式去令到觀眾有更加即係強烈嘅共鳴啦，亦都你會見到有個人情味喺呢度。嗰個文字背後嘅嗰個即係人物嘅溫度同埋連結咧，就響即係佢哋嘅細心嘅處理之下咧，就發生咗。有另外一份咧，即係頭先講呢份可能係好細啦，咁但係亦都有另外一份就係會大份啲嘅，就係佢哋掛過一幅巨型嘅橫額啦，就打直嘅就寫好撚掛住你哋咁樣樣。咁就呢一種即係好直白而且強烈嘅即係語言啦，係觸動咗好多人嘅心。即係其實我自己都認為，即係佢哋呢啲類型嘅創作係可以幫助到離散港人響即係異地嗰度去揾翻身份認同同埋歸屬感。細葉榕嘅獎學金咧，其實係旨在係培訓一啲年輕嘅領袖啦，推動民主同埋人權嘅發展，同埋承繼香港嘅文化。咁亦都係適合一啲響英國咧就讀全日制嘅學士課程嘅1年級或者2年級生啦。咁如果佢哋都有一啲嘅香港文化嘅即係實際嘅計劃嘅話咧，其實細葉榕咧都係會係去為佢哋提供一啲嘅資助。佢哋都會希望係透過一啲藝術或者文化活動咧，去推動一啲社會變革嘅年輕人咧，都係即係細葉榕獎學金咧係去絕對針對嘅一啲嘅朋友仔。細葉榕咧都好有趣，我覺得即係我哋 NGO 地啦，即係佢同埋ACHK 啦，即係 Arts and Culture Hong Kong 就舉辦咗一個即係叫流亡中嘅香港Hong Kong in Exile 藝術文化研討會啦。佢咧都主動咁樣聯絡我啦，同埋就話希望嘅被提名嘅一啲嘅獎學金嘅得主咧就嚟參加。咁就同埋會協助我哋一啲嘅會議記錄啦，同埋整理啦。咁當時我係非常之驚訝啦，即係點解佢哋會咁積極去即係做 outreaching 咧？因為其實我哋係喺荷蘭噶嘛，咁而細葉榕同埋佢哋得獎者其實係喺英國噶嘛。佢哋亦都有入到嚟做 presentation 啦。咁完咗呢個活動之後咧，佢哋亦都有 keep 住即係同我哋保持聯絡啦，同埋即係都有做一啲 online 嘅即係 lecture 啊，去分享一下。即係我哋策展上面嘅經驗啊，俾佢哋嘅獎學金嘅得主知道啦。另外一樣即係都幾期待嘅嘢就係 NGO 我哋將會有第一個實習生啦，其實都係由細葉榕嘅網絡嗰度即係知道我哋咁，然後希望過到嚟海牙呢邊做一個實習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連結係真係好唔簡單。如果喺海外香港人之間做到交換實習生啊之類呢啲，咁其實係能夠有效咁樣樣去傳遞同埋延續我哋嘅經驗咯。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啲計劃咧係可以培養到新一代嘅文化工作者啦，等佢哋可以繼續去連結呢一個香港作為世界嘅一個橋樑啦，持續咁樣推動香港嘅文化嘅發展同埋人權嘅事業，而響海外繼續去進行。即係雖然我哋即係唔能夠響香港呢片土地裏面做，但係我哋希望即係
亦都響海外嘅世界去繼續作為即係香港人去做呢啲文化嘅發展。我想同香港人即係海外或者喺香港嘅香港人講咩呢？即係我好希望即係我哋做緊嘅嘢係令到佢哋可以感受到即係香港嘅文化同埋精神咧，係依然係植根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嘅任何一個角落。咁就透過我哋嘅展覽咧，希望即係都有時會喚起一啲嘅對香港嘅回憶同埋一啲情感，因為即係有一個活動，我哋其實係同香港兒時嘅玩意有關，或者係可以抒發對即係香港有一啲可能不公義嘅事情嘅感受。咁同埋鼓勵佢哋係繼續保持同香港呢一種就心理上面嘅一種連結啦，亦都同時希望佢哋會響睇展覽或者一齊做展覽嘅過程裏面係感受到我哋香港人之間嘅互相幫助啦，同埋一啲嘅支持，而且要知道自己並唔係即係孤軍作戰。從一開始我哋嘅即係堅持嘅價值觀呢，喺到而家呢，亦都係繼續係值得我哋最核心去守護嘅東西。雖然香港而家係遭受到一個即係體制性嘅破壞啦，但係正義同埋良知咧係永遠唔會俾嗰啲強加喺我哋土地上面嘅壓迫咧所取代。捷克人有一句說話啦 ，Truth will prevail， 真相最終係會得到勝利。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好好咁樣去守護呢一份真相，而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責任。細葉榕咧，其實最近咧就喺曼徹斯特咧就開咗一個新嘅空間啦。咁其實佢哋一個 office 啦，咁另外就係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畫廊嘅空間啦。咁我都好肯定我會繼續同佢哋即係做好多嘅合作啦。希望去佢哋嘅新空間嗰度就會做一啲嘅更加多嘅展覽啦，同埋支持一下而家年輕人即係喺英國嘅年輕人嘅一啲嘅藝術嘅活動啦。咁同時間都希望我哋會做多啲同其他文化同埋教育有關嘅計劃，希望佢哋都喺呢一個新環境裏面可以揾到自己嘅定位，繼續用藝術同埋文化嘅力量去支持佢哋嘅社區同埋香港人嘅成長同埋發展。無論你係即係藝術愛好者啦，或者一啲離散嘅朋友啦，或者希望為香港去做一個貢獻嘅朋友仔啦，咁你都可以捐款去細葉榕啦，或者去睇下細葉榕嘅網頁啦，睇下裏面有啲乜嘢值得參與嘅活動啦，或者都望下佢哋嘅獎學金嘅申請嘅情況啦。最後想對世界各地嘅香港人講乜嘢啊？我哋一路都會覺得香港唔係一個地方咯，即係其實香港更加似係一種精神。我哋要繼續同香港去保持一個連結，即使即係我哋未必好快可以翻到去我哋嘅屋企啦，我哋嘅家鄉啦，但係我覺得響海外繼續生活，作為一個香港人好驕傲咁樣繼續講香港嘅語言，繼續講香港嘅文化、香港故事，繼續去維護我哋嘅一啲核心價值，我覺得已經係我哋能夠做到最好嘅事。藝術未必可以直接去改變世界，但係咧，我相信咧，藝術一定可以改變到大家對待世界嘅方式。相信對於唔少嘅香港人嚟講，點樣支援前線抗爭者同埋支援在囚者，都係我哋非常之關心同埋關注嘅事情。喺度，我今日係懇請大家，呼籲大家去支持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一直支援在囚家庭，令到佢哋有尊嚴咁樣去過生活。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每個月支援在囚嘅家庭380英鎊，但係佢哋更加需要嘅係大家每個月嘅穩定支持，令到佢哋唔需要擔心下個月可能就會入不敷支。其實唔同嘅一啲手足，尤其是係在囚嘅手足，佢哋係為咗香港貢獻咗好多。我哋係有責任、有道義去照顧佢哋之後嘅一啲生活。對於呢啲在囚人士嘅家屬嚟講咧，呢筆救援基金嘅援助咧，唔單係提供物質上嘅支援，更加係一種精神上嘅溫暖。
而家每個月佢哋需要嘅資金係6萬英鎊，但係每個月嘅月捐嘅收入係一半都唔到，所以希望各位可以以月捐嘅方式去支持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